大家好，我係張明，歡迎大家嚟到賽馬108 Channel。啱啱沙田嘅煞科賽3T 個三關咧都好多冷門出現，包括頭關咧就有一匹25倍嘅冷馬贏咗馬啦。第二、第三關咧都有啲超過90倍嘅冷馬跑第二，所以形成咧嗰個3T 正獎都冇人中啦。今次嘅賽事就係真正嘅終極一戰啦，就係跑馬地嘅煞科賽。而喺綠寶獎嗰方面咧，就係撥出有1300萬嘅多寶。呢一個綠寶獎咧，睇嚟都唔易拎嘅，因為咧睇翻嗰啲賽事咧，佢出馬咧，其實形勢上都係好緊湊嘅。大家真係要多動啲腦筋啦。另外今次咧兩位嘉賓祖馬龍同埋 Double 咧繼續有心水，而祖馬龍咧見係終極煞科啊，所以佢都特登咧錄個音咧講下佢嘅心水嘅。先聽下佢嘅心水有咩提供啊！喂，大家好啊，歡迎收聽賽馬108，我係祖馬龍啊。87個賽日已經過去啦，咁第88個賽日，大家要早啲跑馬，跑埋暑假咯。呢個賽日之前呢，雷暴警告有剩，要有兩手準備啊！跑馬嘅時候，今次祖馬龍中意第4場8號華麗再贏，唔單止祖馬龍中意，潘頓都中意，一手摸實呢隻馬。湊仔咁樣湊，上嗰幾場田草鋪都如狼似虎咁追勢，尤其是上場啦，個追勢真係好吸引，只不過係爭少少，僅輸俾百勝威龍。今次再出啦，初跑谷草，對手又唔同咗啊，理論上氣量唔成問題嘅，不過十檔都有啲嘢諗㗎，但係交俾潘頓啦。佢做到啲能人所不能嘅嘢嘅，全日嚟講呢一隻就係我重心啦。咁就多謝大家一路以嚟對賽馬108嘅支持啦。後會有期，咁我將個時間交翻俾張明。好啦，聽完祖馬龍嘅心水咧，就到 Double 嘅心水。講開 Double 咧，其實佢上次嘅日賽佢係貼中咗第3場條單 Q 嘅。應該話係順序二重彩添啊，因為佢係揀6號手機標能行頭嘅。而 Double 今次嘅心水咧，佢都係繼續揀2匹馬，就係揀第6場嘅5號日馳千里同埋6號時時開心。大家如果想知道 Double 其他嘅心水咧，可以上佢嘅 Facebook 專頁嘅。跟住咧就到我嘅心水，我就揀咗第2場，呢場係第4班1200米。都係揀一匹馬咧作為馬膽咧，同埋一個心水嘅，即係 WinPay 嘅心水。呢一匹馬咧就係4號團結戰靈。團結戰靈咧係自購馬嚟嘅，佢上季咧先至係嚟到香港出賽嘅啫。咁嗰陣時就喺大衛希斯嘅馬房嗰度啦。上季咧就先後跑咗6場，初都冇乜表現嘅。係去到後期咧減分咧落到去4班咧，去到季尾嗰場咧就喺場谷草1002，叫做有獎金收啦。嗰場係跑第6名。不過而家事後睇翻咧，嗰場總場次即係上季總場次840嗰組咧，有嗰啲人人有餘啊、紅前到、東來欣賞，甚至乎跑第4嘅良區好友，以及跑第5嘅紅愛社啦，加埋仲有嗰啲咩雷神太保啊、福星小子。甚至乎咧嗰匹閃電升福咧，而家睇翻咧，原來嗰組咧都係屬於一個幾強組嘅組別嚟嘅，所以咧團結戰靈咧喺嗰次嘅賽事都已經叫做初次展現下喺谷草1200米嗰種能力啦。不過咧今季初咧佢頭2場都仲係喺希斯馬房啊，但係嗰2場其中一場就係跑谷草嘅1200冇乜表現啦。即係曳咗添啊！比起上季尾嗰場，然後再轉去跑田咗1400咧，亦都係冇乜起色。結果咧，後來就轉咗去貴福特馬房，而入咗貴福特馬房咧，第2次出賽啫，就喺呢個谷草1200米贏馬啦。嗰場就田泰安騎嘅，大家自行去睇翻嗰次佢贏馬嗰條片啊。嗰場馬咧，佢早段佢留個位咧，都屬於係一個中間較為後啲嘅位置。不過咧，佢嗰個加速力都幾強嘅，喺直路彎中後段咧，已經好快跟翻上嚟大隊，然後會入到直路咧，喺個馬個林裡面咧，左穿右插咧，
最後一揾到空位，一望空咧，佢就幾步咧過對手，展現到個鬥心又強啦，爆發力又強啦。然後咧，佢衝過對手嗰個餘勢咧，仍然係幾好嘅。所以嗰場賽事亦都説明呢一匹馬咧，跑谷草1200真係喺4班嚟講咧，絕對係隨時可以廿文廿武。不過咧，佢贏完馬之後，跟住再跑一場咧，可能咧就加咗磅咧，去到132磅咧，對呢匹馬咧有啲影響啦。因為呢匹馬本身咧都係1000幾十磅嘅啫，即係好似上次嗰個體重佢都係1051磅，變咗佢負132磅咧，嗰場賽事咧就有影響啦。結果係跑第4啦。後來咧，佢亦都係孭住呢啲較為重嘅副磅咧，又試過跑田草啊，甚至乎轉去跑1400，都係冇再上名啊。然後後來咧，去到總場次489嗰場咧，翻去谷草1200米啦。咁佢又入翻 Q 啦。咁嗰場佢都係輸半個馬位嘅啫。其實佢整體上咧個表現咧都幾穩定，即係包括最近3場轉嚟跑田草1200啦，嗰3場佢都跑殿軍，而最近2場根本輸嘅距離咧都係大約個零兩個馬位度。甚至乎如果你睇翻佢前一仗5月24日嗰隻田草 A 跑道嘅賽事咧，根本上咧佢亦都算係喺一個逆場地偏差嘅情況下追翻上嚟，所以咧佢近況係幾穩定。今次咧排過3檔，而且咧個配搭咧就用翻田泰安啦，因為咧係贏馬配搭嚟嘅，加埋咧對手真係嗰個近況嚟講咧，似乎得天下寵兒嗰啲較為好啲嘅啫。紅前到最近都係喺啲1000米嗰度上名，甚至乎紅愛社咧季內贏馬嗰次咧，個水準咧都係偏低，時間係慢啲嘅。而3強今次排到12檔咧，嗰個條件上亦都係打折扣，所以今次呢一匹團結戰鈴係絕對有機會咧贏佢嘅第2 win。所以我今次嘅心水咧就係提供第2場4號團結戰鈴。心水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咁喺度咧，亦都多謝大家啦，過去對賽馬108 channel 嘅支持啦。喺度，張明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馬運亨通，再見。